大家嚟到賽馬會共融之行計劃嘅開幕禮。我哋呢個計劃呢，係獲得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嘅捐助，為期3年。呢個計劃希望咧以持份者為本同埋協作嘅模式啦，致力實現殘疾人士嘅共融就業。除咗提升公眾對共融就業嘅認知之外，計劃亦都希望咧可以鼓勵唔同嘅朋友咧跳出框框，對殘疾人士嘅工作類型嘅傳統概念咧可以有新嘅睇法，從加深了解同埋實踐，增加佢哋嘅就業機會，藉此大眾能夠肯定我哋殘疾人士嘅才能同埋賞識佢哋嘅貢獻嘅。去年馬會捐款1億3200萬，開展賽馬會共融之行計劃。計劃由8間院校同埋社福機構共同推展，以持份者為本、各方協作嘅模式，將專業知識同埋實踐經驗更廣泛地推薦至社會各階層，促進殘疾人士嘅共融就業，實行知行合一嘅理念。今日起1連3日嘅市集就正好透過佢哋嘅作品表演同埋分享環節等，展示殘疾人士嘅創意同埋潛能。香港嘅即使身體或者係精神上有殘疾嘅我哋嘅朋友呢，佢都各有才能嘅。但係有才能之餘呢，你要令佢發揮出嚟呢，就要有平台，要有人去幫佢嘅。呢個市集係其中一樣嘢啦。嚟緊我哋做愛心僱主呢，其實係好希望令到有愛心嘅僱主，佢可以聘請到啱用嘅殘疾員工。僱主俾一個機會，等我哋殘疾嘅朋友可以發揮所長。咁我哋覺得係香港係一個好關愛嘅社會。咁其實咁耐以嚟，政府啦、資助團體啦、社福團體、大學、商界做咗好多嘢嘅。咁但係我哋諗下，咦？如果再做一步嘅時候，點樣可以將已經有嘅一啲力量再去融合呢？咁樣。希望我哋可以嘅企業睇得到原來我哋透過我哋將我哋嘅殘疾朋友啦，我哋嘅社福機構同埋我哋企業，大家擺埋一齊，組織埋一齊咧，其實我哋可以令到每一個人都喺過程當中可以得益嘅。殘疾朋友揾到工作，我哋嘅企業揾到啱用、忠心嘅一啲嘅僱員嘅。如果企業佢係喺共融上面係加大力度咧，不單對於嗰個嘅企業，佢係喺做到個名牌嘅效應，或者嗰個 branding 上邊，亦都係可以令到公司咧可以建立一個嘅文化，從而喺個文化咧推動不單止品質上邊啊、流程啊，或者係其他個方面咧，係提升公司嗰個競爭力嘅。咁透過我哋同事一個嘅持續嘅支援之下啦，亦都讓到僱主咧可以即係透過唔同嘅殘疾人士嘅特性啦，安排翻一啲嘅個人化嘅一啲嘅工作調配咧，希望佢喺個過渡上邊咧會做得更加好。